倫敦我嚟過好多次啦，咁但係今次咧，我有一個特別任務嘅，因為舊年7月嘅時候好好彩啊，咁考到資歷架構嘅學習體驗獎勵計劃啊，攞到30,000蚊港幣嘅獎學金咧，就去到海外度學習體驗。咁我可以揀唔同嘅活動嘅，咁而我自己嘅心目中咧，就揀咗背後呢一個1年1度嘅倫敦書展去做學習同埋體驗嘅。咁有啲朋友咧知道我攞到呢個獎學金之後，都問：喂，究竟點樣考㗎？有冇啲咩巧妙啊？有冇啲咩特別嘅要求咧？不如咁，我等大家咧就係同我一齊入去探索一下呢一個倫敦書展之後，我再慢慢話俾大家聽，究竟考呢個獎學金有啲咩 tips 咧？哇！我最期待嘅畫面終於出現啦，因為咧倫敦書展咧嗱呢個位置啊，就係我哋最標誌性嘅一個畫面嚟㗎。我每年咧見到啲無論係展覽商啊、啲愛好書籍嘅朋友啊，甚至乎遊客咧，都一定會上到嚟1樓呢一層嗰度打返張靚卡，望落去咧，哇好浩瀚啊，同埋咧人頭湧湧啊，真係人才濟濟添啊！嗱，講翻少少倫敦書展嗰個背景資料先啦。每年都係春季舉行嘅，2026年就喺3月10號至到12號，一連3日咧，就喺 Olympia Exhibition Centre 就係奧林匹亞展覽中心嗰度舉行嘅。咁啊嗱，有啲朋友咧就係個講法就係話，呢一個倫敦書展係繼德國咧法蘭克福書展之後第2大嘅歐洲書展，但係亦都頭先咧同一啲嘅參展商傾偈咧，佢哋就話其實咧呢個倫敦書展嗰個江湖地位都好重嘅，因為呢一度主要嗰個 language 個語文當然係英文啦，咁而法蘭克福嗰度咧又好多好分散，即係有法文啊、德文啊、葡文啊等等等等啦，咁所以呢一度嘅江湖地位咧絕對不能夠睇小嘅。但係無論佢係排第1又好，或者係第2都好啦，我睇過呢一度佔地面積驚人啊，3萬平方米，即係等於係大概2.5個維園咁大嘅，咁所以你可想而知一個字，咪就係大咯。哇！我好開心啊！入到嚟 London Book Fair 咧，第一位交談嘅朋友啦，就係我哋嘅格傑蘭香港人啊 Rex， 你好。Hello。係啦，好開心，因為點解我會估到佢係香港而嚟嘅咧？因為我見到佢啲作品咧，有一啲係講嗰啲龍舟啊 Dragon Boat， 呢個咪就係我哋嘅文化咯。你遠道而嚟，同埋你都過嚟呢一個 London Book Fair 都好多年嘅時間㗎啦嘛，係咪？係啊，我其實第一次嚟都講緊係20幾年前㗎啦。哇！咦，你童工嚟㗎咯喎，即係你而家咁後生，即係話你幾歲啊？書就出嚟學習，同你一樣學習出嚟。係啊，同我一樣。係啊，咁你覺得我哋咧，即係譬如香港嘅朋友喺呢一個嘅書展度，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我覺得其實香港因為有好多國際合作嘅經驗啦，希望可以解決緊而家中國最流行嗰個術語就係內卷。跟住我哋又可以外卷，我哋就捲翻出去咯，就捲埋佢哋入嚟咧又。互相捲啊！呢一個就係我互相交流、互相學習。同埋我同阿 Rex 係好有緣嘅，因為我原來尋晚係同一班機㗎，係。冇錯。俾你見到我一個好頹廢嗰個樣添。係真面目。真面目 OK 嘅，都見得下人嘅。好啦，嗰日希望你今次咧就喺呢個 London Book Fair 啦，就係嘅所有工作都成功。好，多謝晒。亦都希望你旅途愉快，玩得開心。多謝。多謝。喺倫敦書展第一樣我學習到嘅就係個票價啦嚇，咁嗱大家咧就係真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啊！呢個正正係體驗到我媽成日同我講嘅話，食米唔知米價。倫敦書展呢一度咧，我成日用翻香港嗰個思維嚟到去諗嘅。第一就係話，喂嚟到先買飛啦；第二咧就係話，喂呢個入場票價應該係好平啦，錯晒，全部錯晒啊！首先講下咧就係嚟到先買飛呢一件事，我唔知點解啊神推鬼拱啦，我就喺3個月前都諗，橫掂我都嚟咯，不如早準備早啲去買飛啦。咁結果咧，我發現早買飛有着數，因為佢 early bird 嘅嚇。呢個早鳥優惠咧就係每張係平6磅㗎，即係等於港紙大概60幾70蚊啦。咁所以都可以食到2餐嘅雙餸飯㗎啦嚇。咁第二個啦，好啦，票價啦，大家知唔知香港書展個入場費係幾多錢咧？俾3秒你諗下，3、2、1，係啦。我特登上網睇過咧，佢成人嘅入場費咧，2025年為例係30蚊，咁而小童個價格咧就係10蚊。咁我用翻同一個思維諗住，倫敦書展嘅票價應該都係差唔多嘅啫，頂盡係俾你10磅。結果我上網一睇，哇係最平個門檻係65磅嘅，哇係好熱鬧啊！
65磅，咁然後係一個 day pass 嚟嘅，你可以去晒所有嘅一啲嘅 seminar，去聽一啲嘅研討會，即係隔離拍緊相嗰啲咧，就係一啲嘅研討會舉行緊嘅。再加埋稅，成為係每位78磅，哇！或者講自己嘅錢咧，800蚊。咁所以咧，我同洪生每人俾咗800蚊港紙入場嘅時候，我哋要諗下點樣喺呢一個倫敦書展度攞翻我哋應得嘅嘢，等我哋咧要值回票價啊嘛！哇！行到攰攰地都可以練下骨喎，好正咁樣喎！洪生，你有冇興趣揼骨啊？點解啊？我揼你好嘛？倫敦書展嘅另一個特色就係有過百場嘅座談會，題目包羅萬有啊！我亦都參與咗其中2個，你睇我幾留心聽書啊！嗱，無獨有偶喎，呢2個座談會都係討論業界極為熱門嘅話題，就係 AI 對出版行業嘅衝擊。其中內地作家許知遠就話：歷史洪流其實不斷循環嘅，現代書籍誕生嘅初期，咪就好似 AI 一樣帶嚟技術革命咁咯，都會帶嚟新思想嘅。作者最重要嘅係保持誠實，先可以引發讀者共鳴。而英國作家 Jamie Barnett 就話：我哋日常生活已經好依賴 AI 㗎啦，連自己中意睇咩書或者係適合睇咩書都會問 AI。但係你用唔同嘅心情語氣去問 AI 20次，AI 都有20個唔同嘅建議，係咪你真正嘅興趣所在呢？值得深思啊！Jamie 亦都提到，好多人只係根據 AI 俾嘅書本撮要作為學習嘅基礎，但係就睇唔到知識嘅全貌，其實好危險㗎。Boys or girls can take one? Of course, yeah. Free of charge? Yes. Oh, So cool. money festival of 70, book 977. Oh, then may I have one? Of course. Thank you. Lovely. 好啦，咁吊大家癮都吊一段時間啦，係時候咧要同大家講下我點解同埋點樣去申請呢一個資歷架構嘅學習體驗獎勵計劃啦。其實呢一個好有趣嘅經歷嚟㗎，本來我都唔認識呢一個計劃嘅，直至到咧就係我遇翻一個咧，佢小學4年班，我中7嘅時候幫佢補習嘅一個學生喎嚇。咁啊，學生實在太好啦，就係老師感到非常之安慰，因為佢成為咗一位導演啊！咁啊，導演咧佢就2年前係揾我啦，去幫手去拍攝呢一個嘅學習體驗獎勵計劃，去介紹俾啲人聽啦。咁我去拍攝嘅時候，我先發現，咦，原來呢一個計劃咧已經有一段歷史㗎咯喎，2013年推出，都有10幾年嘅時間啦。咁佢最主要咧就係俾20幾個行業嘅朋友仔，包括有一啲進出口啦，又或者係做鐘錶啦、園藝等等嘅朋友咧，就係在職培訓。佢可以喺本地又或者喺海外嗰度咧，就係去體驗嚇去學習，然之後咧提升佢嘅技能，亦都係呼應翻我終身學習呢個重要性噶嘛。咁我拍攝完畢之後，我有一個好大嘅感悟，我成日覺得就係話，我去幫手去做一啲推廣或者去拍一啲宣傳片嘅時候，我拍完就算噶啦，我係一個過客嚟嘅。咁但係其實如果我係可以參與其中，我可以申請，我係咪可以去進行呢一樣嘢，然之後咧去參與嘅時候，去提升一個公信力，等大家去知道，咦，呢一樣嘢係可信嘅，同埋我真係做得到嘅，於是我就決定去參與啦。我喺2025年3月嘅時候咧，嗰陣時就係見到搭地鐵啦，有一個廣告燈箱，咦，就係呢一個計劃咯，真係時候要去坐言起行，唔可以拖延嘅咯。咁結果我就研究一啲嘅資料啦，咁我發現我最大嘅一個嘅情況咧，就係因為我好耐之前畢業啊，大家都知道我咩年紀啦嚇，就嚟50歲退休㗎啦都。咁所以我以前讀過嘅一啲嘅專業啊，又或者我啲課餘進修嗰啲所有課程都唔係喺呢個資歷架構裡面嘅，咁所以我要去參與呢個學習體驗獎勵計劃，第一件事我要考翻個筆試，入翻個資歷架構先。好啦，咁我有咗呢一個嘅資歷架構呢一個嘅認證之後，第二部分啦，我就要諗下我究竟揀20幾個行業裡面嘅邊一個行業呢？咁我睇咗咁多個裡面，我覺得最適合同埋最切合我自己工作嘅咧，就係印刷及出版界。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嗱，雖然大家都知道我以前係做電子傳媒啦，咁好似同印刷冇不着邊際，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喎，我有出過書㗎嚇。咁我咧都出過2本書
啊，都係破天荒為呢一個嘅主題嘅。咁嚟緊啦，可能喺女人方言都可能會出書都未定。咁所以呢一個正正就係我要提升自己技能一個好好嘅體驗啦。咁所以我決定咧就係由呢一個界別嗰度出發啦，去出戰啦嚇。咁你揀咗嗰個界別之後咧，其實你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學習體驗嘅活動俾你去選擇嘅。咁你要上翻個網嗰度睇下你自己嘅興趣喺邊度啦。你可以揀本地同埋揀海外嘅。本地咧係得到1萬蚊嘅獎學金。海外咧，你會有3萬蚊嘅獎學金。咁我當然啦，目標要 set 得高啲，我梗係想揀海外啦。咁然之後，海外裏面你都係芸芸嘅活動當中咧，我就揀咗倫敦書展啦。咁結果咧就填好晒成個報名表格啦。仲有最重要嘅，你要揾一個推薦人。咁我揾咗一個德高望重嘅推薦人嘅，不過我又唔話俾你知邊個啦，係咪？咁你填晒表格，然之後咧就係要等資歷架構嗰邊通知你，就係話啊，究竟你會唔會有一個嘅面試嘅機會啦？咁我好彩啦，就係得到呢一個面試嘅機會嘅。咁成個過程咧10分鐘，用廣東話嘅，最主要你講翻你點解揀呢一個界別啦？你覺得對你嘅工作有啲咩提升啊？有啲咩抱負咁樣？咁其實我去面試嘅時候，我自己都有少少壓力㗎。咁話晒，我都係教溝通技巧㗎嘛。咁有時都會教面試技巧。咁我就諗㗎，喂，如果阿風賢老師衰咗，咁好樣衰㗎喎。咁但係又本住一個嘗試嘅心態啦，咁同埋就係當係一個話明嘅在職培訓啊嘛。咁我要在職，我真係去實戰去試下一個面試嘅技巧，咁我先可以去教到其他人或者分享到俾其他人噶嘛。咁好彩啦，經過晒所有呢啲程序之後咧，我就成功咗啦。咁以我所知咧，每個界別裡面最多係可以有3個嘅得獎者嘅。咁我好好彩啦，喺呢個界別裡面我係其中之一個。咁啊攞到呢3萬蚊嘅獎學金，嚟到 London 啦，就係呢一個哇！今日天氣好啊，鳥語花香嘅位置呢一度咧，就可以做一個學習體驗。咁你做完呢一個體驗之後咧，都唔係話所有嘢，喂，我體驗完啦，拜拜啦咁你都有啲嘅任務要做嘅。咁首先咧，你都需要係喺呢一個嘅場口會出現啦。嗱，而家 AI 好盛行嘅，你唔可以 AI 自己做一張相出嚟就當自己去咗倫敦㗎。咁我真係實地我去考察，我去影咗相片啦，有圖有真相啦。咁然之後咧，我仲要去寫一篇嘅文章嘅，咁啊有一個嘅參與咗呢一個學習體驗之後嘅心得嘅，咁大概咧就個要求係100字嚇，100字對於我嚟講絕對冇難度啦，係咪？咁同埋咧都要幫手去推廣下成個活動，因為呢個活動都係一個幾有意義嘅一個活動。好多時我哋喺一個嘅職業裡面做咗好耐嘅時候，你可能咧會有少少個角咧有啲頓咗，又或者你都會懷疑自己究竟我再喺呢一個行業繼續去做嘢嘅時候嗰個價值。但係其實當你走出去，你望下呢個世界嘅時候，你會覺得我眼界開闊咗好多。咁整體嚟講啦，我今次去履行咗呢一個嘅獎學金，得到呢個獎學金之後，我嗰個感覺，我覺得個意義係大過我20年前係攞到個獎學金去到 Birmingham 去伯明翰嗰度去讀一個 postgrad 嘅。咁個原因就係我去到呢個年紀49歲，差唔多50歲嘅時候，我好多時我都會懷疑自己嘅，究竟再上嘅時候會去到邊呢？甚至乎我成日都話50歲退休㗎啦，我唔諗咁多㗎啦，係時候咧要慢慢走下坡啦，身體嗰個機能都慢慢走下坡嘅時候。但係當你見到有啲機會喺前面，你就一定要嘗試，你要一定去把握，唔好懷疑自己嘅能力。你唔把握，你唔知道自己得唔得。但係你試過之後，可能有得嘅機會啦。我就一個好例子咯，我今次就得咗啦。咁所以送俾大家喺無論係事業上或者學業上，又或者人生階段上，你可能有啲迷茫嘅，唔緊要，你即管去試，試完之後你可能有好意外嘅收穫都未定嘅。希望咧幫到大家啦。好啦，咁啊大家繼續努力加油，多謝支持，後會有期，我哋香港再見，拜拜。